針對外界質稱城西掩埋場排放大量污水污染河口，選擇表示，城西掩埋場目前並無設置濕式洗滌設備，無可能產生大量廢水，而且掩埋場採用廢水零排放管理機制，廢水攏是經過3級 RO 逆滲透系統的處理，確認符合國家放流水標準後，才依法放流。所有監測數據以及檢驗報告攏是公開透明。那這個焚化廠基本上是沒有排水的，因為它沒有濕式這個廢氣沒有濕式洗滌設備，它事實上是沒有排水的啊。所以一開始也有民眾講說啊，這個是焚化廠偷排，事實上不是這樣啊，是完全沒有排水。那勝出水廠是針對這掩埋場當時設置之後呢，它底下就有一些收集的管線。那收集的管線進入到收集井之後，再進入處理，好，所以它其實經過是一個3級處理，好，會經過初步的這個沉澱混凝，然後化學反應之後呢，再加上 RO 的處理。水深3公分。為進一步釐清河口變色原因，環保局也委託嘉南藥理大學進行第三方檢驗分析，並依法向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申請空拍作業。希望透過科學調查，客觀還原事件真相。這個是當時我們是覺得是藻類，有一種藻類叫褐藻，它顏色可能會是這樣，所以我沒有科學的證據，我也不是這個領域專家哦，所以我一定要找真正專家來解釋這個。所以你看我們網絡上在這個實驗室的那個畫面，就是在他的實驗室，他已經跟我很清楚講清楚說裡面沒有藻類，哦，是因為有機物碎片很多。所以它研判是應該有機物碎片，這些分解過程中造成的，而且這分解過程中那個氨氮會一直在累積，這個是他提到的。環保局表示，後續將會結合台江國家公園、林業甲自然保護署、第6河川局以及市府農業局、水利局等跨機關資源，並會邀集專家學者共同研議，提升海水高活率等改善措施，以科學治理持續守護台江生態以及水域環境品質。台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